在主裏的勞苦不會徒然。哥林多前書15章55至58節。死亡啊，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裏？死亡啊，你的毒刺在哪裏？死亡的毒刺就是罪，罪的權勢就是律法。感謝神，他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。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啊，你們務要堅固，不可動搖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為你們知道，你們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。有時候當我哋嘅工作好辛苦，快要捱唔落去嘅時候，就會對自己話：堅持落去啦，有價值㗎，唔好放棄。可見我哋一般都睇重辛勞背後嘅價值，呢個比辛勞本身更加叫我哋着緊。所以如果辛勞之後冇帶嚟任何結果，又或者吃力不討好，就冇人願意辛勞啦。不過喺現實嘅生活入邊，我哋的確會遇到事與願違嘅情況，一心諗住付上努力就會有成果，卻就係出意外啦、失預算啦，結果唔符合預期啦。但係我哋都唔一定唔去嘗試，因為我哋知道努力唔一定有回報，但係唔努力就一定乜都得唔到。呢個就係喺我哋忙碌生活入邊成日出現嘅掙扎。堅持落去，放棄好啦，繼續做值唔值得啊？睇唔見回報點算好啊？保羅卻喺度好肯定咁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喺主入邊嘅勞苦唔係徒然嘅，就係話或者我哋會懷疑自己所投放嘅勞苦係咪值得，但係佢提醒我哋，如果嗰啲事情係為主而做，喺主裏邊用心做嘅，信服主嘅話去做嘅，咁就唔使理有冇成效，係咪達到預期，主都看為寶貴，一切都唔會徒然白費。所以放心喺主入邊作工，堅持付上忠心，主一定紀念，亦都一定賞賜。